大家好，我係森覺覺，歡迎大家嚟到我個頻道。各位嘅香港車主、司機大佬們，當每逢週末或者長假期，你哋想港車北上，喺電腦前邊抽籤抽到懷疑人生，又或者過緊大橋來回俾緊300蚊嘅時候，你可能好羨慕隔離嘅澳門兄弟。人哋出關只係需要10分鐘，過橋費仲係零，直情將珠海當成咗每日嘅生活日常。好多人問森覺覺，大灣區如果再融合，香港經濟究竟會變成點？我哋不妨借鑑下隔離嘅澳門，或者我哋嘅未來就係好似佢咁啦。今日森覺覺同澳門嘅朋友吹完水，仲手執住兩地嘅數據話你聽，大家一直重點都睇錯晒啊！你300蚊橋費同埋個半鐘頭嘅路程，根本只係一個掩眼法。所謂借鑑澳門，真正對標嘅係我哋隔離嘅深圳同香港啊！澳門同珠海陸路相連，所以一放開呢就零防線。但你望望香港同埋深圳，由深圳灣、皇崗到蓮塘，整條邊境線密密麻麻都係車行嘅口岸。今期森覺覺嘅主題就係澳車北上，為全香港嘅市民撕開一個最恐怖嘅政商黑幕。點解政府要逼我哋行呢條300蚊嘅大橋去珠海，而遲遲唔開放深圳嘅關口？呢個限制背後到底隱藏住一個點樣關乎香港生死嘅巨大計謀？得，森覺覺同你一齊揭開真相。我哋先嚟揭開第一個真相：澳車北上，事實上究竟有幾難用？而家喺澳門每日嘅名額唔止1000個咁簡單，最痛苦嘅係每個月限制你只能預約3次，而且個審批制度亦都極其反智。你月頭 book 咗一次，你必須實實在在咁揸咗車過咗關，先至可以再 book 第二次。喺呢種排隊嘅機制下，你想 book 遠嘅基本上唔使諗，近期嘅就更加係全部 full booking。咁多限制，扣翻你個假期同空閒時間，有1個月分分鐘只能夠去到1至2次。好啦，重點嚟啦，天下間邊度有咁多免費午餐啦？點解澳車北上要設立咁多不便？因為呢條數牽涉到兩地融合嘅政策下必須要維持嘅商業對等底線。大家諗下，點解傳統嘅粵澳兩地牌可以不設限制，隨時出入？因為每一個兩地牌嘅背後都代表住車主當年喺內地實打實咁樣投資咗幾百萬，每年大筆繳納嘅稅項達標，又或者花咗上百萬真金白銀咁去買個牌。人哋享有無限次通關嘅自由，係因為人哋對兩地嘅經濟作出咗巨大實質嘅貢獻。如果今日澳車北上呢種零投資門檻、零納稅要求嘅單牌車完全開放名額，不設限制，咁等同於俾所有人無代價咁享有最高嘅自由度。咁樣唔單止對當年付出真金白銀、對國家經濟有貢獻嘅兩地牌企業家造成極大嘅唔公平，更加會令到兩地好唔容易建立起嚟嘅經貿秩序失去咗平衡。所以呢個預約機制雖然反人性，但本質上係一個商業平衡點。你既然冇付出對等嘅納稅貢獻，亦都要接受行政門檻嘅限制。哈哈，平衡經貿秩序只係政府嘅其中一個小算盤啊！
政策背後最驚嘅就係以下足以引爆全城嘅終極核彈。心覺覺之前問過我呢位朋友，如果有一日政府頂唔順民意，全面開放名額，不設任何次數限制，你會點啊？佢毫不猶豫咁同我講，心覺覺，如果真係冇限制，我梗係第一時間搬返去內地住啦。好，各位車友一齊跟住心覺覺計埋呢條數。珠海嘅樓價平，車位平，生活成本低，既然冇咗限額，我開車過關只需要10分鐘，1個鐘內就返到澳門開工。如果限額一旦取消，大批有車嘅澳門中產專業人士會立即大舉遷移去珠海中山生活，到時候佢哋會將原本喺澳門自住嘅物業全部放租出市場，又或者劈價求售。當幾萬個中產家庭同時搬走，全城瘋狂放租，澳門嘅本土租金、樓價、實體市道會面臨咩嘅災難呢？冇錯，就算博彩業呢個頂天柱能夠撐起大半個澳門嘅財政庫房，但本土嘅民生零售、茶餐廳、車房、汽車美容直接會正式玩完啊！因為成個核心消費力會喺一夜之間俾內地極致嘅性價比連根拔起。連地方咁細，有強大賭業支撐住嘅澳門，面對零阻力嘅珠海，都要用每月限住3次嘅緊箍咒嚟吊住本土嘅經濟條命。更何況我哋香港對標嘅係科技滿滿嘅深圳。當香港車主成日鬧港車北上，週末長假期好難抽，又難申請，來回大橋嘅費用成300蚊咁貴。但係心覺覺今日幫你放大張地圖睇下，你以為嗰300蚊橋費同1個半鐘頭嘅路程政策好唔方便？錯啦，嗰條大橋根本係政府同大融合趨勢下特登為香港本土經濟起嘅一條人工護城河，因為只要有呢條橋頂住，你 weekday 就唔會隨隨便便咁開車去深圳。香港平日嘅經濟元氣仲保得住，你去珠海只不過係當一個性價比好高嘅旅行，就完全唔會好似澳門居民返去珠海咁容易嗰種。但你試下幻想下，如果有一日政府順應民意，宣布港車北上全面開放，容許香港私家車直接行深圳灣、皇崗、蓮塘過關，而且零橋費，15分鐘直達福田、南山。心覺覺夠膽同你打賭啊！到時全香港有車嘅中產會大舉搬去深圳住，全香港嘅零售、餐飲、基層車房將會喺3個月內步澳門嘅後塵，被深圳極致嘅性價比全面吞噬，直情連根拔起。商業世界從來都唔係公平嘅。政策背後從來都唔係便利市民咁簡單啊，而係一場血淋淋嘅經濟保衛戰啊！我係心覺覺，手持數據，只講真話，想繼續睇心覺覺揭開更多港澳大灣區3地車主同埋商業背後嘅硬核內幕，即刻點擊下邊訂閱，支持心覺覺嘅小頻道，
開台。同埋下集深角角將準備同大家去睇另一個全港車主都被逼硬食，但係水極深嘅吸金黑洞。當你興高采烈買咗保險，港車北上嘅時候，你知唔知兩地保險背後隱藏住幾大嘅暴利啊？萬一內地出咗事，交強保嗰10幾萬根本連墊底費都唔夠啊！下集深角角同你揭開港車北上保險暴利同埋兩地索償嘅內幕，我哋下集繼續揭開真相。